哇！歷史性時刻，大欖隧道終於解放。18蚊哦，即係早上威1998年通車，27年，忍足佢咁耐啫。咁開頭唔知好似20零蚊嘅，頭嗰10零20年，臨尾係黐咗線嘅，38，跟住唔知隔一陣就變咗48，跟住再變到58啊，一程啊！嗰2-3公里咧，58蚊私家車真係，哇！真係忍下到佢啊，真係冇人理㗎，但係都冇人出聲。今日最後都收翻，終於歷史任務解放，終於都還橋於民啊！哇！真係忍咗佢好乸耐，盡量都唔用嘅。唔係好急啊，因為真係好快，大欖隧道真係好快。本來好地地係連貫晒呢個荃葵青區同呢個新界西，即係元朗啊，即係咁樣俾佢搞一搞，都唔知點，即係好似啲個個都忍咗佢咁耐㗎，58蚊。好，咁啊，而家就分段收費，星期日同公眾假期就18蚊啊！即係由58蚊變翻18蚊啊！星期日咁啊，睇下聽日塞唔塞車啊？今日冇事，聽日先見真章。好，大家一齊用多啲慶祝下塞爆啊！好。